藝人施明因為肺炎與世長辭，終年74歲。點知施明姐仲未入土為安，佢一對親生嘅孖仔，大仔李永漢同細仔李永豪兄弟已經爆發內訌啊！原本應該係全家人守靈送別噶嘛，家陣搞到靈堂都變戰場。兩兄弟因為多年嘅積怨，喺阿媽屍骨都未寒之際，隔空就起衝突。大仔李永漢喺尋日打點喪禮細節嘅時候，面對住傳媒嘅鏡頭，佢唔止係喊到收唔到聲啊，更加係咬牙切齒咁發出一道鐵令。佢情緒激動到全身發抖，每一句說話都係為咗幫阿媽出一口氣，痛斥呢個細佬呢幾年嘅所作所為，直頭係傷透咗老人家嘅心。佢話細佬李永豪佢一定會通知，始終血濃於水啊嘛，要送阿媽最後一程。但係對於弟婦，即係李永豪嗰位台灣太太 Agnes， 李永漢嘅態度係極之硬朗同埋憤怒啊！佢當眾反問記者一句：佢有咩身份啊？我阿媽從來冇承認過佢係新抱。呢句說話真係一針見血啊！直接就揭開咗李家婆媳之間嘅深層矛盾。明言靈堂唔係俾呢啲毫無尊重過長輩嘅人入嚟做戲、攞景兼補鑊喎。李永漢就即刻向全世界宣告啊！呢個新抱我哋李家唔認啊！佢話由李永豪同呢個台灣女人拍拖開始，對方就從來冇尊重過施明，甚至連結婚都冇請過親生阿媽。李永漢仲哽咽咁講啊！施明生前為咗保住個細仔嘅名聲，就算受盡委屈都唔肯講真相，一直去到死嗰一刻，個心結都仲未解得開。所以李永漢今日要企出嚟為亡母攞翻個公道。死者為大，既然生前唔認你，靈堂你就唔好踏足，費事整污糟我阿媽最後一程路。佢強調一個連斟茶都冇敬過俾奶奶，無視長輩尊嚴嘅女人，根本冇資格披麻戴孝，更加唔好諗住過嚟扮孝順啊！面對阿哥嘅公開炮轟，細仔李永豪尋晚就喺社交平台發咗篇長文。佢細數細個嗰陣，阿媽點樣救佢一命，1歲俾狗咬到要縫160針，係施明抱住佢衝去急症室。佢又講到阿媽點樣帶佢入行做童星，點樣教佢揸車，教佢漂移。字裏行間，李永豪試圖營造出一種母子情深盡在不言中嘅感覺。佢喺文入邊話：呢幾年有好多流言蜚語同不實嘅消息，但媽咪同我講，人哋點講唔重要，最重要係知媽咪愛我。佢仲話選擇沉默係一個方法嚟嘅，聽落去好似好委屈咁，係咪？李永豪口口聲聲話愛阿媽，但事實係點？一個男人如果真係愛自己阿媽，點會連結婚都唔請阿媽呢？點會由得自己個老婆同阿媽鬧到咁僵啊？甚至連最後一面都見唔到，依家先嚟網上抒情有乜用啊？當年施明同鼎爺李家鼎離婚，一個女人仔為咗2個仔有更好嘅教育，喺演藝事業最高峰嘅時候，毅然放棄真情嘅角色，隻身就帶住一對孖仔飛去美國洛杉磯。嗰陣時就冇 Google Map 噶嘛，施明要拎住張炒晒皮嘅紙地圖，由 Walnut 揸車去 Palm Spring， 人生路不熟，落機連親友接濟都冇。佢膽粗粗打電話俾素未謀面嘅胡金銓導演求助，喺電話亭入面一個銀仔接一個銀仔咁樣投落去，嗰種無助感，我哋外人係想象唔到嘅。佢一個女人喺異鄉挨生挨死，受盡白眼，都係想個仔成才啫。點會估到30年之後，細仔竟然會為咗個識咗冇幾耐嘅女人，將呢份母愛拋諸腦後啊？點知等咗成個月都冇回音，最後去唐人街度行下，撞到另一個導演，先知原來胡金銓導演已經喺台灣過咗身啊！施明姐當時喺街頭帶住2個仔，真係想喊都冇眼淚啊！但佢冇放棄啊，佢放低咗明星嘅身段，去美國度試鏡拍廣告，甚至為咗幾十蚊美金去幫電影配音啊！加上鼎爺寄去嘅生活費，1分1毫咁樣養大咗呢對仔。呢種母愛唔只係偉大，直頭係壯烈啊！佢用血汗錢供書教學，
甚至喺當地度做埋啲連二三線都唔算嘅角色，為嘅就係要守護呢兩個寶貝仔啊！後嚟李永豪同楊思琦嗰段9年情，點知楊思琦突然派舞，全香港人都睇住李永豪嘅頹廢痛苦，甚至話要自殺。嗰陣時啊，係邊個陪住佢啊？係思明。李永豪後嚟識咗呢個台灣女仔 Agnes， 有傳思明姐因為 Agnes 年紀大，所以建議個仔再觀察下。結果點？李永豪仲識輕舞，索性結婚嗰陣，連親生阿媽思明同孖生哥哥李永漢都唔請啊，完全冇理思明姐會唔會心碎咯。結婚係人生大事，你可以唔請普通朋友，但點可以唔請一個為你挨生挨死喺美國唐人街求人求到咁卑微嘅阿媽啊？思明姐當時因為咁樣傷心欲絕，甚至喺屋企喊到眼都腫埋。李永漢爆料話，思明姐當年為咗唔影響細仔嘅公眾形象，就算外界點寫，佢都係啞口吃黃連啊，一句都唔肯澄清，甚至要幫細仔講好說話。呢種母愛真係卑微到令人想喊啊！明明係細仔唔啱，但阿媽仲要顧全大局，怕個仔俾人話唔孝順，所以一個人吞晒所有嘅委屈。呢啲痛又有邊個知啊？當思明姐喺2022年跌親要接受開腦手術，命懸一線嘅期間，有人依然去出席人哋嘅慶祝活動，仲喺網上大晒幸福，完全唔理阿媽喺深切治療部插晒喉。甚至到今日，李永豪仲公開指責阿哥將家事外揚，佢甚至喺受訪嗰陣話：我唔需要同李永漢聯絡。李永漢點解咁火滾？因為佢親眼睇住阿媽點樣喊，親眼睇住阿媽晚年係幾咁孤獨。當一個男人可以為咗一個識咗冇耐嘅女人而冷落生佢養佢幾廿年嘅阿媽，佢覺得呢種係一種背叛，係對母愛最殘忍嘅踐踏。眼見思明姐含辛茹苦一世人，最後換嚟嘅細仔嘅冷漠，佢作為大哥點可以唔代母出頭啊？鼎爺李家丁以前成日訓示呢兩個仔，話要尊重女人，尤其係要孝順媽咪。鼎爺雖然性格火爆，但佢最講孝道。佢講過，女人生仔係同閻羅王手接手，係攞條命嚟搏嘅。鼎爺要求兩個仔每日都要向媽咪表孝心。鼎爺雖然同思明離咗婚，但係佢心入面一直好尊重呢個女人，所以佢聽到思明離世，傷心到茶飯不思噶。佢作為男人中嘅男人，教仔最重要嘅係要有膊頭，有責任感。但點知李永豪竟然連最基本嘅百行孝為先都做唔到，真係令鼎爺一世英名蒙羞啊！李永豪喺 Facebook 篇文寫到幾咁感人，話我條命係你救翻嚟嘅。但係如果真係感念救命之恩，又點會喺阿媽晚年最需要家庭溫暖嘅時候，選擇同阿媽斷絕來往呢？如果連阿媽病危都仲要分邊個放料，邊個搬弄是非，將個人嘅面子睇得重過親情，咁樣嘅愛究竟有幾多係水分啊？孝順就唔係用嚟寫 Facebook 長文嘅。當一個母親要自己一個女人仔喺外國忍受歧視、忍受貧窮嚟養大你，到佢老咗病咗插晒喉啦，你仲喺度講咩流言蜚語對我造成困擾？你個困擾大得過阿媽開腦個刀咩？大得過阿媽肺炎斷氣嗰刻嘅孤單咩？做人仔女如果連呢啲輕重都分唔清，仲要去計較阿哥講咗啲乜，老婆受咗咩委屈，咁樣就真係愧對思明姐多年嚟嘅犧牲咯。今日李永漢下咗鐵令，嚴禁弟婦踏足靈堂，佢係要話俾全世界聽，思明姐雖然走咗，但佢嘅尊嚴仲喺度。思明姐為一對孖仔奉獻咗所有，佢係一個勇敢嘅單親媽咪，亦係一個堅韌嘅女性。希望永豪識諗啦，尊重阿媽嘅遺願，等思明姐可以舒舒服服咁行最後一段路，唔好再因為呢啲不和而喺九泉之下流淚啦。